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箴言25篇11节，旧约圣经箴言25章11节。好啊，本圣经伫旧约788页，其他的版本请咱看荧幕。箴言25篇11节，讲话合宜，亲像金的苹果下伫银的篮。以上，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。伊要讲的题目是沟通艺术第3讲，慢慢啊讲，慢慢啊讲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的带领，我们当来要学习主你的话语，求主你赏赐阮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，也开阮的心门，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，互阮当明白。安尼祈祷，靠主所有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啊，咱伫即个月的即个灵命操练中间，咱咧学习即个沟通的艺术。沟通的艺术中间，咱为10个初7，咱开始耶稣已经讲到讲，咱即个沟通的时，伊的即个基本是啥物？基本就是要有一个同理心伫咧。同理心，然后咱就警告讲即个人要沟通内底呢，其实为即个雅各书，互咱的非常清楚讲，咱听就要紧，讲就要慢，收起也就要慢。即个真侪咱要来学习的。要安怎甲即个同理心下伫内底，下伫拄仔所讲即3个，就是咱会当对遮来学习。然后咱就有好即个沟通，有好的沟通是人甲人关系才会好。然后你若要传福音，你若要向人进一步会搁较进入的即种交谈的时阵，你就会当有机会会当伫遐来讲。所以咱经过即4礼拜中间，到后礼拜咱就结束，要讲到受气就慢。所以咱来复习一下，咱既然同理心是咱的即种秘诀伫咧，的即个基础。安尼同理心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同理心就是讲将心比心，咱徛伫对方的立场，伫迄个所在，毋茫咱正确来了解伊讲即句话，伊背后的即种伊的感情、伊的感觉、伊的情绪到底是啥物？咱真正了解以后，咱佫会当讲出来，甲对方讲，你的意思我听起是安怎？还是讲？我看你敢若真忧伤，还是真受着委屈，你真受气，等等。伊讲话内底袂去讲到遮个，但是你对伊所讲的话中间，你会当去听出来，伊后壁所要表示的即个情绪是啥物？即就是同理心的即个原则伫咧。然后咱伫顶礼拜时，咱已经讲起着讲爱听爱紧，快快的听。啥物叫做快快的听？原来快快的听着紧，就是讲，咱咧听的时，嘛是用将心比心，然后真注意来听对方所要表达的是啥物。对方要表达的物件，无一定是讲的话，乃是伊的行动、伊的行为。你若看见一个人真忧愁，伊免讲话，你就知影讲，伊心内实有真侪忧闷、忧愁伫咧。一人咧真受气的时阵，你嘛免看伊讲话，你嘛已经知伊咧受气，是有一寡心。足侪即个心思伫内底，伫遐你毋知咧烦恼啥物，咱毋知影。但是你看伊行为，你嘛会当看会出来。所以伫顶回咱咧讲，着爱听爱紧的时，毋是包括讲一定爱用耳孔来听，咱用目睭会当嘛会当看出来，就是伊的言语、伊的行为中间，咱来为伊去了解伊背后所要表达、所要讲是啥物，然后咱那个讲出来。所以咱讲即个是叫做。惊的即种反应，的即种斟酌听，还是即种反应式的。但今日咱进到第2讲的时候，是要讲到，咱要讲就爱慢。什么叫讲爱慢呢？到底即个对应伫听内底应该是啥物？原来有一个叫做 I message 的即种表达方法，就是讲我的信息，我所要讲的，就是我的意思是啥物？到底即个内底是爱讲啥物？这毋是讲我想要讲啥就讲啥就好，所以咱另外一个翻译就讲，这是真我的表达，真正我的意思是啥？你要讲互清楚，毋是伫遐真含糊伫咧，还是讲了人佫无明白，佫着爱问讲你的意思到底是啥物？那呢，我着爱安怎？那着爱问这是真表示讲，咱所讲的是讲了无够清楚，互人会当伫迄所在来了解伫咧。所以这是叫做 I message。
咱个翻译叫做真我的即个表达。真正我的表达是，毋是讲既然是真我嘛，安尼我就凊彩我若有啥物情绪，我爱受气就受气，我爱骂人就骂人，安尼叫做真的我嘛。安尼来讲无，即个毋是意思，意思是讲真我种，你爱甲你心内头想的代志，爱讲互清楚。所以其实这是咧讲着三项代志。咱逐摆若要讲着一项代志，应该有包含这三项的，这是一个完整。头一个就是什么代志，伊的事实是甚物？第二就是这内底我的感觉、我的想法到底是啥？然后讲着我的期待是甚物？事实、感觉甲这个期待伫咧。其实这些就是咧讲着咱伫这个哪个书内底咧讲迄个慢讲就慢，还是华语讲慢慢地说的这个意思伫咧。讲就慢，还是慢慢地说，毋是讲咱讲话就要慢落，我讲话较慢呢。哦，咱知绝对毋是咧讲慢慢讲就慢是这意思。伊乃是咧讲，你都要斟酌想，你咧想了以后，你再来去讲。所以有的翻译，伊安尼翻译讲，法务办讲不要急着说，不急于发言，就是讲你要经过思考，要去想。想了的时，你毋茫当讲出来是非常清楚，嘛是合意的。所以对伫今仔日咱即个圣言在时，咱看你箴言第25章11节，我邀请咱大家开即个咱的周报第20页的所在。今仔的金句就是即句啊，箴言25章的第11节，下口有一个台语，咱甲台语来读一遍，来，讲话合意，亲像金的苹果。下伫云的哪？咱用华语读一遍看卖来。一句话说得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这个是所罗门王伊写的一个。伊讲人若讲一句话真合宜的时阵，你会当看见是敢若一个金的苹果下伫这个云的这个哪内底，到底什么叫做讲了合宜？我想大人讲，我讲了足合宜的啊，若无咱来去讲出来。其实即个合宜嘛有伊的定义伫咧，还是讲哎，逐个人拢来认同伫咧。所以我直接问讲，安怎才会当讲了合宜？还是讲安怎才算做是讲话合宜？因就是会当对伊的结果来看。因拄来迄个圣经在咱讲，你若是讲话合宜，就亲像什么？法国万邦说的合宜，就如怎样？就亲像一个金的苹果下伫即个云的哪内底，华古办讲在银的网子里，那也无讲银盘子，那也讲银网子呢。原来即个话意思内底是咧讲，迄个网啊甲即个盘子来看先是网啊，继续爱用精神落去设计落去编的。所以即句话背后意义讲，迄个云的即个盘啊内底，毋是凊彩一个云的盘啊，是有经过雕刻。真安尼设计落去做出来，即个花样伫迄个所在的，所以哪里来讲一个，咱知影应该无一个苹果是金的啦。所以金的苹果是要代表讲，伊是一个真价值的物件。一个真价值的物件，你爱下咧倒位？你若下伫一个报纸的顶头，下伫真摇的纸顶面，你嘛袂感觉即个金的即个苹果是一个真价值的。你若下伫一个真适当的、一个真水的盘啊顶头的时，你会感觉即个苹果绝对是非常的价值的。啊是倒面来讲，咱一个真水的即个盘啊顶头下一个暖气的水果伫咧时，你敢会感觉这是真适当噶？所以这所在是要咱讲是因的真适当的、真适当的这种两个搭配起来，一个真贵重的物件，下伫真安尼。细腻伫遐设计，啊去做出来即个盘仔顶头时，你会感觉这才是伊的价值伫咧。所以哪咧看因至少个下面这4个意思伫咧，就是讲你讲的话，若是真合宜的时，你就敢若咧，你即个合宜就代表你真小心伫遐来想了以后，佮讲我准备要安怎讲了安尼应该对方会当接纳，伊会感觉应该袂歹，所以你才伫迄个所在来讲出来，就敢若迄个。盘啊，真小心伫遐来设计了，为着要配合迄个金苹果共款。你讲的话若真合意的时，伊就非常有即个价值伫咧，人真爱听，袂讲听了足刺激的，足无爱听啥物人讲话的，因为伊讲话拢真无合意伫咧。还是讲伊的时机非常的适当，
就敢若是即个我用的即个盘啊，所以我是用银的要来缀即个金的即个苹果共款。 毋是讲我用摕一个新鲜的铁下来，还是用一个无好的物件，是真适当的材料伫咧，真好的这种设计咧。话若讲了正确，就爱参照安尼，甚至互人真容易来明白伫。我一看即个设计时，就感觉啊，即两个足适配咧，即真好的即种搭配伫咧。所以一个人来话若讲了合意的时阵，应该有即几啊价值咧。你感觉伊是真认真咧思考，讲我会安怎讲？ 讲了，阁是真价值，你听了感觉真感觉有意义伫咧，啊，真适当诶，我嘛会当明白诶。这才是咱讲诶，即个讲话合宜伊诶意思是伫即个所在。咱要三个来看，这是所罗门王伊所写诶经验来，咱看伊家己安怎来做。有几个例，咱会当来看。咱伫即个伫圣经中啊，咱知所罗门王伊是。 非常聪明，因为上帝伊甲上帝求智慧，所以上帝赏赐智慧。前无人比伊搁较聪明，后壁嘛无人比伊搁较有智慧伫咧。伊写这经言，伊写这传道书，咱看伊拢非常有这种智慧伫咧。所以咱人知影讲，伊讲的话其实就敢若金的苹果下伫云的即个篮内底。伫列王记第4章29节到39节中间。 伫遐讲起对即个所罗门王伊的评价，伫遐讲上帝赏赐所罗门王智慧聪明极大，心也开阔，亲像海边的沙。伊的智慧赢过万人，伊做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0念5首。天的列王听见所罗门王的智慧，也有找人来。 哇！伊做遮尔多，佮伫遐所在会评论伫遐啊，伊是非常的聪明的，前也无人比伊较后，然后伊的即个心开阔，哇！都敢若海边的沙共款，伊的智慧赢过万人伫咧。所以咱知影，若是即种的有智慧的所罗门王，伊所讲话应该就是咱咧所讲的合宜的话，是一个金的苹果下伫云的篮内底。咱看圣经中有记载，伊伫遐。 有审判一个案伫咧，就是两个基女，因伫遐拢有生产，一个人生一个囡仔，在3天以后，佫一个换他生出来。尾啊生的即个伊无注意，暗时咧注意咧困的时无注意，去缀死着伊的囝。透早起来看见伊的囝时，伊就紧冒去含迄个头一个生的两个对换伫咧。当迄个伊的囝无死，迄个人醒起来时要饲伊的囝，伊才发现讲，伊的囝哪已经死去啊！ 佮斟酌看，原来毋是伊的囝，所以就告到王迄个所在，讲迄个人已经甲伊偷换去。但是伊的囝死去，这份人嘛毋承认啊！伊讲无了，这个活的才是我的。当然就告到所罗门王迄个所在，这记载伫列王记3章16到28节。若是你是这个法官，你是所罗门王，你毋知要安怎判？你可能现代你会讲足简单，咱去验 DNA 就好啊。 就知影是甚物人，但迄当时无当哦，你去验 DNA， 你得变怎来判断这事？王讲，既然恁两个人拢要治，啊无来倒甲判一边，一人分一半吧，安尼上个公平啊！迄个真正，即个囡仔妈妈中，千万毋通，即个囝无你赏赐互伊啦，我卖啊，互伊啦。但是迄个因囝死去，迄个讲好，安尼足公平诶，一人一半。 马上就知影讲安那，倒一个人是真正即个囡仔的老母伫咧。咱看见所罗门王伊一句话非常的合宜，讲落以后就甲即个代志已经得到解决，所以伊讲话就是即个合宜，非常的适配，非常有价值，非常的拄啊好伫咧。咱安尼，所以呢，即句话就符合伫伊伫箴言所讲的，讲话合宜，亲像金的苹果下伫云的篮。 咱若阁继续看，伫列王记第10章的时阵，佫讲到一个故事，个西巴的即个女王，伊听起讲即个所罗门王足聪明咧，伊就准备足侪疑问，准备要甲考互倒。结果去的时，咱看伫即个所在所写的讲，所罗门王照伊所问的拢应伊，无一项王袂晓得通甲伊讲。然后即个女王就安那魂不附体。 魂不附体来练习有别个即个翻译更较好势。伊讲
就佩服到五体投地，还是讲就惊惊奇，到唔知要安怎，不知所措。表示讲，哪有这样一个人这么啊聪明的，超个问题拢无将问题会当甲伊考倒的。表示讲，所罗门王讲话非常的合理伫咧。伊讲的每一句话，拢参像金的苹果下伫云的即个篮内底。这是伊回答，咱看伊的记载中间，咱要对一个例过来看讲，所罗门王伊为着要做一项代志，伊安怎来讲话，伊安怎来表明，然后这项代志结果是安怎？咱来看见讲，所罗门王是一个 iMessage。这种例非常清楚，咱看去，这是记载伫列王记第5章的所在。伫迄个时代讲到，伊毋望会当甲即个，伊毋望会当要甲即个伊所要做的代志，会当讲互好势的时阵，伊就利用这事实，感觉即个记载用即种方式伫遐来讲，因为伊要起造圣殿。伊要起造圣殿时，伫即个巴勒斯坦的所在，因无迄个起圣殿所需要迄个茶，爱大棵，爱滴，搁爱钉，这就是只有一黎巴嫩的即种香柏树，就是。所以伊需要向即个国家，即个国家是推俄王国家，迄个王叫做希兰，伊爱毋望会当对伊来要买即项物件，到底要安怎来讲？咱来看见伊讲的例，互咱看见。伊爱先甲事实先讲出来。伊伫第5章第3节，伊伫遐讲啊啦，我的爸大卫因为四位四方的交战，袂为因为耶和华伊的上帝的名来起殿。先甲即个前因先讲一个，应该是我的老爸爱起的啦。但是呢，因为伊有即个战争伫咧，咱虽然无甲伊的感觉讲出来，但是真明显就是讲真遗憾，伊的老爸无办法起伊的殿伫咧。所以已经讲到事实，讲到感觉，安尼还未进入到期待，因为伊还未甲伊真正代志讲出来，所以刷落伊个继续讲，伊伫遐讲，我的上帝已经赏赐我四方平安，地到无对敌，无灾害。但即卖即个时阵的事实就是安怎？我无战争啊，我拢四面拢平安，我嘛无对敌，嘛无灾害的。头先讲出来伊的事实伫遮，但讲起我的感觉，我的想法是安怎？我的意思要为耶和华我的上帝名起殿。我对方非常清楚知影，我因为这事实是我即摆非常平安，所以我会当来起圣殿啊！我要为着耶和华会来起造即个殿伫咧，然后讲出来伊的期待，伊要期待什么？第3章第5章的第6节，伊伫遐讲，请你命令人伫黎巴嫩甲我采香柏茶，我的萝卜要甲你的萝卜相较济，我也要照你见所定着的，将你的萝卜的工钱交你，因为你知伫阮中间无人亲像西顿人熬臭树。哇，一句话一节尔尔。甲所有代志拢讲啊非常清，先报一个，阮无人比你较熬臭树咧，恁的人上介熬的。啊，我以后要伫即个树，你毋知当替我臭的。啊，我的人嘛会去哦，会去甲你斗用哦。然后你所需要即个工钱，我嘛拢会互你哦。显示已经甲伊的意思、伊的期待拢总讲出来。你若是即个接到即张配的人，你知影你爱做甚物无？你知影理由无？你知影原因啊？你知影要安怎做无？你拢总知影，你无必要搁伫迄个时阵搁敲电去问小妹去问讲，啊无你是要叫我创啥？啊是我应该做安怎？啊即个钱毋知安怎算袂？啥？会问啊遮一道滴，拢总免问。所罗门王做到真好即种示范，互咱看见讲，伊甲事实先讲出来，因为我前。阮老爸应该去，但是伊无办法去。现在我已经平安，我这环境来看是，我会当去啊。我嘛决定要去啊。我会决定的，我的感觉就是安尼，我的心意就是安尼。然后我的期待是甚物？毋望恁会当，你会当替我炒即个香柏茶，我会派人过去。上时我嘛要你所定的工钱，我会照常互你，因为你比我更较熬炒即个茶。你若是即个希兰王的时，你收到，我相信你非常明白，即个时阵你该做的是啥？敢若答应还是无答应啊？定。所以咱看继续记载伫第5章的第8节，伫迄个所在，即个希兰王伊就讲，伊伫遐讲，你找人对
所对我讲的事，我有听去。论到香白茶甲种树的茶，我要照你的心愿来行。伊免阁问讲，我着爱安怎做？我到底是安怎？讲我照你的心愿来行。所以一句话，你若讲了合意的时，就是非常速配，非常简单，人足简单，就当真简单，会当明白的。一个遮尔大的代志，敢若一句话写落，伊就知影。这个王就讲好，我要照恁来做，因为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事代志呢。为着要起圣殿，要偌济香柏树伫咧。即偌济香柏树，因爱去错遮的，你着爱运交通。都个安排人，现在整个遮，敢若一句话，伊就答应落去啊。因为讲了非常的清楚的。这希兰王毋若讲这，伫这5章的第7节，搁前7节时，伫遐甚至学了这个所罗门王伊的地位，讲今仔日应该学了耶和华，因为伊想使代表一个有智慧的囝，治理遮多的百姓的。咱看去，你若是一句话讲了合意的时，就参像安尼。你若是真我的这种表达，毋是甲你的情绪讲出来，是甲我的事实是安怎，我的想法是安怎，然后我的期待是安怎来讲出来时，伊就是诚做一个金的苹果下伫即个银的篮内底。所以咱会当看见讲，咱伫顶礼拜咱是学习着讲要安怎来听。伊讲的话虽然无一定讲了真好势，但是我要听出来伊背后的意义是。今仔日咱要学习讲，我若是迄个讲的人咧，我应该安怎讲？你伫顶礼拜时咧学习的课音，你会感觉讲，就安尼，毋是真舒适安尼啦。伊着凊彩讲话，啊，我那着安尼遮斟酌讲，去甲伊动力，去甲听，搁着听出伊背后的意义伫。对方咱袂当控制伊，但是咱至少当学习要安怎听。但今仔日已经换做讲，咱是迄个讲的人，是要安怎？你敢袂当参像顶礼拜咱讲的凊彩，咱要安怎讲，咱就安尼来讲。无，咱咧学习圣经地方甲因讲，你讲就慢。什么叫做讲就慢？你会当将你的代志讲好，非常的清楚话。然后搁安那，搁会当讲出来你的感觉，你的心意是甚物无？再互人知影讲，我的期待是甚物无？我相信，若安尼一个讲话甲听，两个拢有来学习着要安怎来沟通的时阵，这绝对是一个真好的一种对话伫咧。但是人袂记得，所罗门王伊嘛伫箴言25章第10章19节，伊伫遐佫讲安那，交话的人袂免有过失，话爱讲啊合意的时啊，包括讲真适当就好，免来加足侪话出来。你看迄个云拿。阮的即个盘啊，是伊无讲啊，着个加翅膀啊，着个加啥物件，就是一个咧底物件的盘啊，一个拄啊好就好。交话的人袂免得有过失伫咧，所以慢讲就爱慢，意思是讲咱要想清楚，想清楚了后时，咱就真正将我的意思讲好是非常的清楚伫咧。下面有这几啊例，咱会使来看，因为顶礼拜咱也讲着爱听。但是咱这边要来学习讲，听甲讲，其实拢是爱来学习的咧。咱顶回讲到，有一个人讲，太太若讲，我看对一天我来死，你拢毋知影。咱若顶回合适，咱就讲啊，太太是咧讲着安怎，讲拢无咧，讲咱无咧甲注意啦，啊，所以才会讲安尼。但是你若无斟酌来听的时阵，你无呢印出来，你心情无好，你可能就讲了真无好，讲。哪有可能你死我也毋知？啊是讲哪有遐尼好诶代志？袂使讲即句吼，即句无插销。啊是讲啊，其他诶话你若心情无好，我看你袂真好诶对应伫咧。但是今仔日来讲，太太，咱今仔日是要讲，你得爱话豆豆啊讲爱慢，所以咱来搁一遍互恁。那你重新讲，你安怎讲？因为你袂使定来讲叫人爱安那，爱听爱紧啊。爱用同理心来听，啊！你家己拢无爱学习，无要用迄种咱所要讲沟通内底，你爱慢讲爱慢这种方法来讲，就是爱甲事实、爱甲感觉、爱甲期待讲出来。所以若伊学过，那若学习过时，这太太应该安怎讲？伊是毋是应该讲？我感觉咱最近互动敢若真少，还是讲最近我感觉咱拢无啥咧对话。
这是事实，咱最近无啥咧对个。我感觉安尼，敢若咱的互动情形真无好，毋茫咱会当搁较侪对话伫咧无？咱会当常常一工会当用5分钟坐来开讲袂？你若安尼讲的时，搁一边的先生还是讲太太，伊敢会伫遐来受气？因为这是一个真事实，搁讲到对方的即个感觉伫咧，甲伊的期待伫咧。我相信你的目的，讲顶头迄句目的嘛是要为着安尼。你若无照安尼讲，你用换做新的讲来是，是毋是会继续好势伫？还是讲另外佫一个来讲，你毋知偌久无带我出去行，你讲，这安尼讲个敢若真好听吼。那有华夫讲，你有多久没有带我出去走走？你说，这个是这是音效啦吼。意思来讲，后壁迄家人你说的时，是安怎是咧责备啊？你讲。你想安尼，佮另外一个人听了，敢会真欢喜噶？虽然咱嘛是教讲你得安那，要有同理心的聆听啊。我看完了真难得，会当安尼真安静的。但是咱若太太换话来讲是，那佮一摆互伊来讲，伊安怎？讲出伊的事实，讲出伊的感觉，佮讲出伊的期待，伊应该安怎讲？这个背后就是安那，真久先生无还没做伙去行，这就是事实嘛。咱敢若真久无做伙去散步啊！我感觉安尼，咱的感情袂当真会当来建立。咱散步的时，咱会当手牵手啊，咱佫会当开讲啊。我真毋望你一礼拜毋知会使，咱做伙来散步2摆3摆袂。安尼是毋是甲咱的即个代志已经讲出来？你想听到的人，伊敢会伫迄个所在来受气噶？伊应该是会去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。转去无顺利，会甲安尼讲吼。伊招我去散步，我拢讲我无闲吼。伊甲我讲，咱做伙来散步。伊倒转可能学着啊吼。来，你若甲你的事实、甲你的感觉、甲你的期待讲出来，我相信听的人就无共款的。咱要来佫讲另外一个例来讲，开始若是一个主管。伊感觉伊看到伊的即个部下伫迄个所在咧开讲，啊，伫迄个所在讲，你哪会？你遐佫有遐尼闲伫遮咧开讲？我交代你的代志有做完啊无？到底即个事实是啥？是伊无做完，还是伊咧开讲？我听第即个例是，比如讲，咱要讲事实，毋通讲毋对。你若甲讲，我交代你的代志，你无做完吼，无我看你伫遮咧开讲，啊，伊若做完，你要安怎？你马上就叫他拄倒转来。伊的事实是因为你看见伊咧开讲，所以你应该为了伊的开讲伫迄个所在来讲起。我看见你伫即个所在，你和别人讲，是毋是交代你的代志已经做好啊？啊，迄个代志真重要，我毋望你会当早一日甲做煞。伊的部下就会当伫迄个所在，甲伊回应讲，啊，迄个代志我已经做好啊，所以我即摆咧还没谈什么代志。还是讲安尼，我紧转来甲伊做好势。安尼时你袂感觉讲迄个有些真紧张的即个气氛伫咧。咱若是迄个主管的时，咱不一定搁一摆来讲的时阵，你毋知会当讲出来迄事实是啥物无？甲你的感觉是啥物？甲你的期待，你会当甲一句话讲互清楚了的时阵，听起的人免搁问，就知影讲我爱回答到底是啥物无？因为你已经讲了非常的清楚的。这是今仔咱要学习的这个功课，就是讲爱慢，顶礼拜是讲爱听爱紧，咱的角色拢是这2个中间一个。咱嘛常常一直换来换去，然后念伊讲，念伊听，念伊讲，念伊听。咱若做听的人的时阵，咱毋知会当真认真来听袂？听在伊背后的意义者。但是咱若毋通诚做迄个无要认真来学习讲的人，逐摆讲出来话拢是互人真毋知要安怎回答的。安尼嘛是无好，所以今仔甲咱讲，咱若要诚做迄个讲了慢，就是你有斟酌想了再来讲的人，你一定要甲你的代志讲出来，你的事实是啥物？你要讲出来你的想法是啥物？然后讲出来你的期待是啥物？咱可能佫有几啊例子咧，就是因为咱即礼拜也无小组，咱伫小组中间的时阵，咱会当三角来练习，咱来常常伫祈祷中间求主，互咱有这种表达的能力甲智慧的，互咱的即个沟通有即个果效伫咧。伫小组中间的时阵，咱毋茫来分享讲，你若要真我来表达时，你毋知有啥物困难无？
然后有几个例，互咱会当去学习着。即学习中间的时，有两边拢爱学习的部分。像讲囡仔，我想这是真，咱常常碰到问题。囡仔定咧耍电动玩具，到真晚再来功课无写出来，妈妈到底爱如何讲？我相信咱真紧就是伫遐来骂落去啊！功课都还无做煞，你干那个耍电动玩具，还是一直咧耍电动玩具？讲我拄仔开始5分钟尔呢，啊，你两个话就讲袂落去啊，开始就个弯起来，啊，无就张咧就出去啊，啊是卖耍嘛无要紧，但是我功课也无咧做啊。你要达到这个目的时，妈妈应该安怎讲？你会当讲在迄个事实袂？讲在迄个感觉，讲在你的期待袂？我看见你咧耍电动玩具吼，我真烦恼，你毋知有甲即个功课做煞无？毋茫你嘛会当功课嘛会当兼顾，还是讲是注意这代志？等等安尼，你会当讲到真，互即个囡仔一听就知影妈妈咧关心是安那，伊会当取得平衡。功课嘛都要注意，啊，你嘛会使耍诶，但是你爱功课为先。为优先安尼来看，还是先生，若是常常咧看电视、上网时无主动咧帮衬的时阵，还是无陪囡仔的时阵，这两边拢爱学习吧。太太安怎来讲？今仔日功课，伊变那个事实，变那个感觉，变个期待，让讲出来。先生呢，你毋知听就紧无？你会当听出来，这个太太伊的这个意思的。有用迄个同理心，真足听来听到对方的表达，然后有一个好的回应对无？毋茫这是一寡题目，互咱伫即个小组中间，咱会使去分享伫，还是讲咱伫公司中间，嘛有可能碰到讲咱的部下常常即个工作也无做教师最好，品质嘛无好的时阵，主管到底爱安怎来讲？咱若是迄个部下的时，咱爱安怎来回应？毋茫咱伫遮学习的迄个沟通。毋是干那单边一边来，迄是沟通，就是两个人才叫做沟通。会当伫遐讲一个听，搁着倒转安尼，两边拢有伊爱努力的部分。讲的人应该安怎？像今仔日讲爱慢，你会当甲事实讲出来，你会当甲你的感觉你讲出来，你会当甲你的期待做一遍讲个清清楚楚的，然后你就无迄个误会伫了。啊，你若是迄个听的人，伊到底？迄个人讲背后的情绪是咧讲啥？伊的意思是咧讲啥？我来当真清楚的时阵，我来当讲到，我来当回应的话就合宜，咱就无迄个误会伫遐来发生。那就讲一个简单的例，昨暗讲拄啊讲煞讲到煞的时，啊牧师准备要倒转的时，但是因为牧师现在无住伫八楼，因为咱咧整修，啊，就是说要摕即个报纸，啊报纸是伫咱一个姊妹手中。伊滚掉咧，啊！迄人隔壁咧讲话，啊！我就伫遐甲讲，啊！你毋知看煞袂？啊！伊讲我还未看煞咧，啊！我即摆先咧讲话，所以伊也无动作要互我，因为我其实我是要治啦，我治要转去，我再佫继续讲，啊！我毋茫会当恁若看煞时，我要炸去安尼。伊讲啊，无事啊，你毋是拄仔讲这个代志咧，做一遍讲互煞，你若讲一半尔。哇！对，我是的，我若头先甲讲好煞，你毋知看煞，报纸伫手头，你毋知看煞，你若看煞的时阵，我准备要炸转去，啊，这个我的期待嘛讲出来，我的想法拢讲出来啊，对无？啊，那时伊马上就样回讲啊，我无要看，先互你看，啊是讲你会使摕去无要紧。结果阮用2-3句才解决即个问题，我讲啊，对，无使我拄仔咧讲煞安尼吼，毋茫咱拢学习。咱伫普通的这种对话中间，嘛会当有一种真好一种学习。我安怎会当代志讲得清楚，然后有讲出来我的事实、我的想法以及我的期待是甚物，对方就非常的了解是，伊就真好会当伫迄所来回应。嘛，咱伫即个沟通的艺术中间的即个学习，还是伫咱小组中间，咱会当用无共款的话听咱逐人讲的时，毋茫诚做彼此的帮衬。就是束缚伫咱认真要来追求沟通的艺术，会当较好，会当互咱关系较好的时，拢得到上帝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听堂的主，阮感谢阮伫灵命操练沟通的艺术中间，阮已经进到伫要安怎讲慢，讲着爱慢。毋是叫阮豆豆啊慢慢啊讲话，咱是讲阮来经过详细思考，伫遐来想，毋茫阮讲出来话是一个合意的，是一个有价值的，是一个互人真容易来明白的。安尼时就哪要参像一个
金的苹果下伫阮的哪来共款。求主你帮助，互阮透过这操练，阮一方面也当诚做讲是适当的，听也会当有同理心来听的时，就阮人甲人中间的互动要得到帮助。求主你祝福，求主你帮助，伫阮这4礼拜中间的操练，真正互阮得到改善，互阮得到帮助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时阵我也要同心用主祷文3节来祈祷讲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